好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本頻道。我要講嘅嘢第一樣嘢就係唔好問我點解我唔講我嘅頻道名出嚟，因為我驚我頻道之後轉名，你哋就會話我偷片。好啦，咁今日我就係要嚟講下呢個辛巴嘅紀念影片。咁雖然我今日應該係整遲咗嘅，你哋睇到嘅日期應該係7月3至4日。好，我哋而家首先會講下佢嘅歷史。新世界第一巴士辛巴係由1998年成立到而家嘅2023年結業，喺香港營運咗25年。以下係辛巴嘅詳細發展里程碑。1998年3月10日，因應舊有嘅中華巴士服務質素欠佳，政府決定唔續批中巴專營權。新世界發展與英國第一集團合資成立辛巴，並喺3月31日投得中巴原本營運嘅88條港島巴士線。1998年9月1日，辛巴喺午夜正式接辦所有路線。當時車隊主要向中巴購入大多冇冷氣，俗稱熱狗，並冇裝八達通嘅巴士。辛巴隨即大量購入500幾架全新嘅特低地台空調巴士，設計改變港島巴士服務質素。1999年至2021年，辛巴成功投得將軍澳南及西九龍新區的巴士專營權，成功將服務範圍擴展至由港島擴展至九龍同新界。2003年6月，辛巴母公司新創建集團收購咗原本係死敵嘅城巴，兩間公司變成姊妹公司，開始資源共享。2015年10月21日，全特低台化嘅辛巴最後一輛非特低技台巴士退役，全線車隊實現100%無障礙通行。2020年8月21日，新創建集團以32億港元將辛巴同城巴業務出售俾回達交通服務 Bravo Transport。2023年7月1日，辛巴專營權正式併入城巴，結束25年專營權歷史任務。終極尾班車為1點50分由長沙灣開出，前往香港仔嘅970X 號線。關於辛巴嘅趣聞同埋特色，經典波浪紋車身。辛巴開廠嘅時候，最標誌性嘅就係白底配上燈、綠、藍3色嘅波浪紋車身塗裝，當中綠色線條其實隱藏咗 NW New World 新世界嘅字樣。人力車觀光巴士，辛巴喺2009年推出咗人力車觀光巴士品牌 Rickshaw Chic City Bus， 將開篷巴士改裝為傳統人力車嘅意象，專門行走港島旅遊路線如 H1 路線，成為香港旅遊標誌之一。開放將軍澳沙田線，辛巴喺2010年開辦798線，由調景嶺站開往火炭駿洋邨，係首條行經大老山隧道連接將軍澳同沙田嘅全日巴士線。因為定位準確、行車快捷而大受歡迎，被巴士迷譽為辛巴嘅流水線王。好，今日嘅辛巴退役紀念集就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